英聯邦運動會下個星期喺印度新德里揭幕。繼早前有台灣旅客被槍傷後，當地嘅場館同基建設施仲未完工，被批評損害印度形象。英聯邦運動會舉行在即，但係部分場館同埋基建工程仍然喺趕工階段。繼早前有比賽場館天花倒冧之後，喺首都新德里大批軍人出動，喺主場館尼克魯體育場附近趕工興建一條新嘅天橋，取代日前突然倒冧連接體育場同埋停車場嘅行人天橋。除咗基礎設施之外，選手村被批評衛生環境差劣。當地爆發登革熱，亦都有報道話官員申辦運動會嘅時候涉嫌賄賂多個成員國。早前又有台灣電視台攝製隊被槍傷，種種負面新聞都令到國際質疑印度係咪有能力搞好今次嘅運動會。當局立即加派人手，爭取時間補救。軍警亦都開始喺多個場館外加強保安。不過，唔少參賽國家，包括澳洲、新西蘭同埋加拿大，都推遲運動員出發到印度嘅時間。抵達新德里視察嘅英聯邦運動會聯會主席芬內爾承認，當局未來1星期仍然有好多重要功夫要做。今屆英聯邦運動會10月4號至到14號舉行，預計開支高達60億美元。外界認為印度係想借今次嘅運動會同08年北京奧運會睇齊，展示印度嘅經濟同埋政治實力。但係有分析認為，由於管理不善，反而損害咗印度嘅國家形象。無線電視記者曾孝柱報道。